出来关心南投的消息，中寮乡宽乡道路第2期甲第3期拓宽改善工程总算要动工啊！这是拍通北中寮连接到南中寮的和兴村，长偌长呢6134公尺，工程费用差不多是8亿8千万，估计差不多2年后会完工。这南投县长林明珍等人共同参加这个动土典礼，日后有更加便利的这个交通，会使为中寮乡带来更加好的发展。 在战果和人赛精彩的表演当中，众人做伙参与中寮乡道22只到26线第2期和第3期拓宽改善工程的动土典礼，要做伙来见证中寮乡交通建设的进步。 来来去去的人真多吼，定定吼，拢咧会车吼，真辛苦吼。中寮乡因为地形限制，交通真无发达，影响产业发展，所以环乡道路建设计划是地方重要的建设。 林明珍县长嘛讲，自做立委的时，一直争取到大，嘛感谢众人的协助。中央会使补助11亿，分做3期进行拓宽工程。把这个12亿的经费啊，投资在我们中寮乡必定能够带给中寮乡的繁荣。 这2期工程道路全长有6134公尺，跨有9米，会建置双车道。 众人嘛拢真期待拓宽改善完工了后，会使为中寮乡提供更较利便的交通网络。阮阿三伫观音亭、伫龙王瀑布也过安尼吼，会使讲半入流、一入流都有啦。我们也希望可以带动我们地方的发展，尤其对外交通，积极的来把我们的生活道路跟前瞻计划连结在一起。 环乡道路全线若是完工，会使拍通南北中寮，这嘛是中寮乡亲期待真久的代志，会使来推动地方整体发展。